今個星期一開始，馬騮山嗰段大埔道嘅限速由每小時70公里降到50，迅速湧現咗大量嘅反對意見同埋爭議。相關嘅消息咧，最初係由一名區議員公佈嘅，就話成功爭取降低限速。根據佢嘅 Facebook 貼文，呢個新嘅豪宅屋苑筆價金峰，有業主向佢反映咧，因為屋苑出入口緊貼大埔道，而正線嘅時速去到70公里，令到出車困難，容易釀成意外，認為非常之危險。所以有業主反映希望可以將車速統一限制到50。而區議員7月同運輸署業主代表同埋管理公司去現場視察之後，7月尾運輸署又即刻公佈將限速由70降到50啦。咁點解一條道路嘅限速會導致網上咁多人嘈起上嚟呢？睇過相關嘅留言啦，就大致有兩類嘅爭議。第一類係反駁，認為危險係源於右轉嘅。佢哋認為喺大埔道南行等待轉入屋苑嘅車先至係危險嘅根源。大埔道沙田嶺沿途絕大部分嘅路口一早已經禁止呢類右轉啦，以策安全。就唯獨呢個屋苑冇被禁止。第二類就係提出降低限速嘅惡果。作為新界東往返九龍嘅重要道路，好多人認為唔應該因為一個設計有問題嘅小型屋苑，導致成個新界東承受後果，甚至會搞到塞車。為咗檢視呢啲意見，我哋特登去到大埔道實地視察。首先講下第一個爭議就係右轉問題啦。鏡頭影緊嘅地方呢，就係大埔道南行，即係九龍方向。又真係有啲車停喺南行嘅快線，等北行嘅車過晒之後先至轉入屋苑。其實大埔道繁忙得嚟，又有危險品車輛使用，有車喺快線停低，其實真係危險嘅。有高速駛至嘅車輛急忙cut入左線閃避，相信呢個就係網民所講真正嘅危險來源啦。如果成條大埔道都容許咁樣做嘅話呢，其實可能呢個路口係唔覺眼嘅。但係我哋睇下附近嘅幾個路口先。第一個例子就係徑口路，2008年大埔道北行仍然係可以右轉入徑口路嘅，直至2009年因為安全問題而禁止轉右。起初只係劃線嘅。幾年之後，仲進行埋道路工程，收窄路口，令到北行線物理上冇辦法再轉入徑口路啦。第二個例子就係沙田花園，北行同樣係唔準轉右入去屋苑嘅，而屋苑出車亦都唔可以右轉去北行線。而喺2023年，為咗進一步禁止右轉以確保安全呢，更加喺來回方向行車線中間興建咗分隔島，而喺六合村同埋7米半各自設有一個掉頭天橋，嚟到配合呢啲限制嘅。第三個例子就係眺望處停車場，出車嘅時候亦都只能夠左轉入去南行。咁多年以嚟啊，搞咁多嘢都係為咗消除右轉撞車嘅風險。但係呢個新屋苑出現之後，就容許車輛喺快線停低右轉入去，所以亦都有網民參考翻議員嘅貼文啦，紛紛都認同大埔道真係好危險嘅，所以應該禁止車輛由大埔公路南行右轉入筆架金峰。並且應該喺來回線之間設置交柱或者分隔島，從物理上禁絕而家嘅危險行為。亦都有網民提及其中一個危險因素係非法賽車。咁呢啲飛車嘅人會唔會跟住你個限速牌行50呢？我諗大家都心中有數啦。然後我哋講下第二個爭議，即係降低限速嘅負面影響啦。而家新界東即係沙田大埔咧，就有3條隧道出九龍嘅。繁忙時間隧道都不時擠塞，而大埔道作為舊路就發揮咗逃生門嘅作用，確實係比較少塞車嘅。而家限速70都尚算暢通，咁網民就擔心降低限速會導致慢車甚至擠塞啦。而喺現場見到新限速實施之後嘅情況，都算係證實咗網民嘅憂慮。喺繁忙時間睇到啊，的確都感覺車流去得慢咗，甚至因為拉龍而令到屋苑嘅車出唔到嚟喎。其實我哋都可以思考下咧，起因同埋影響咪成比例呢？原來筆架金峰成個屋苑只有66伙，而且係位於今次降限速嘅路段最北端。但係為咗遷就佢哋呢個直角出大路嘅荒謬設計，就令到整整2公里嘅公路降低咗限速，影響成個新界東嘅眾多道路使用者。雖然筆架金峰居民唔多，但係意外梗係一單都嫌多啦。所以就有網民提議，為咗安全起見，
喺屋苑對出嘅來回行車線之間設置膠柱同埋分隔島之後，大埔道南行右轉入屋苑嘅車輛應該先直行去大埔道8623號斜對面嘅停車場。呢度有個等右轉嘅專用行車線，揸車嘅時候梗係安心得多，又唔怕被追撞啦。入停車場之後應該掉頭，然後左轉出返北行，最後直行再左轉入返屋苑，咁樣係咪安全好多呢？至於八價金峰出口咧，就早就樹立咗不准右轉嘅標誌啦。駕駛者係可以用7米半嘅天橋掉頭出返九龍。唔知大家點睇呢啲網民嘅留言呢？大家不妨評論下啦。